多謝主席。我發言係支持政務司司長提出今次嘅議案嘅。首先再次向火災死難者同埋佢哋嘅家屬表示最深切嘅哀悼同埋慰問。同時間亦都想借呢個機會向所有曾經參與救援啦，以及災後出過力幫過手嘅各界人士致謝同埋致敬嘅。當然喺行動中殉職嘅英勇嘅消防員阿豪，你永遠都係全香港市民心中嘅英雄。大火無情，唯獨係人間有愛。我再次感謝習近平主席對呢件事件嘅關心同埋高度嘅重視。內地各個單位、企業同埋廣大嘅同胞對救災工作同埋災民善後都表達咗佢哋嘅支持。四川榕江一位95歲嘅婆婆講咩呢？佢話別人幫過我哋，現在到我們幫別人了。呢個我係非常之感動，亦都係呢樣嘢就係血濃於水，人間有愛。我代表嘅體院民出界亦為支持災民自發做咗大量嘅工作嘅。咁有捐款啦，有捐物資啦，亦都好多做義工啦。我見到有啲運動員出嚟係做一啲心理輔導或者傾談嘅工作啦。演藝界亦都舉辦咗好多場嘅音樂會，為災民捐款啊、送暖等等，亦都協調好多內地善心機構送物資嚟香港等等。所以我呢度借呢個機會都好希望對我業界嘅付出講一聲多謝。仲有我哋 G19 其他嘅同事都喺佢哋所屬嘅專業界別作出好多貢獻。頭先陳振晶議員都講咗啦，佢喺金融界別迅速咁樣處理咗捐款、開戶同埋資金發放嘅一啲事情。陳沛良議員跟進咗保險賠償相關工作，姚柏良議員協調咗酒店房間啦、旅遊巴等等接載嘅工作啦。嚴剛議員代表咗中企業界，亦都係踴躍出資出錢出力。咁呢度難以一一盡錄啦。正如議案所講我哋 G19 會係全力支持並與政府緊密合作，攜手推進各項災後嘅支援同埋重建工作。咁我呢度想簡單提3點嘅。你知道政府其實做咗好多工作啦。咁現時災民已經暫時獲得一個安置及取得一個基本嘅生活支援。但我關心有3個重點。第一我其實非常之關心大埔宏福苑呢個支援基金嘅一個運作。頭先麥美娟局長其實都講咗啦，籌得40多億，有3億係一個公帑。咁但係呢啲都係市民嘅血汗錢。咁點樣去好規範咁樣運用我都係非常之關心。咁根據政府嘅數據頭先都講咗啦，其實包括對災民嘅租金支援其實等等嘅都預留咗10多億嘅錢㗎啦。咁其實相關嘅資訊對未來嘅一啲譬如資助嘅準則啦、資金嘅缺口啦、款項嘅運用情況等等我係希望政府可以適時提早咁樣向立法會去交代，令到我哋立法會議員都可以多啲俾意見，一齊去集思廣益。甚至係希望政府可以妥善監管基金嘅運作情況啦。我亦認為有必要係邀請審計署參與全面嘅審計工作，亦都係定期檢視各項開支嘅分配。第二係長遠安置嘅方案，災民唔止係要有瓦遮頭，而且係要有返一個家。我係樂見政府已經開始收集災民嘅一啲業主嘅一啲初步意見啦，提供唔同嘅可行方案。唔同嘅災民嘅財政情況同埋居住需要係可以好唔同嘅，所以必須係提供多元同埋有彈性嘅選擇。我係好認同政府喺原址重建係真係存在好多問題，時間係非常之長嘅。政府考慮喺原址興建一啲社區設施呢個大嘅方向我係支持。咁當然複雜嘅問題，希望政府做好一啲貼地嘅溝通工作。最後喺嗰個議案提到一啲制度改革同埋法律嘅檢討工作，例如樓宇老化啦、舊樓維修啦、大廈管理啦、圍標問題啦、工程啦、即係建築工程啦同埋消防安全等等都係一啲老大難嘅問題，希望可以着重關注。我哋 G19 全體嘅議員會全力支持同埋配合政府進行相關嘅工作。我呢度都代表我哋 G19 全體嘅議員對司長提出嘅議案表示支持。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今日嘅議案。